就来到台东的绿岛，那有全世界上深的海底游塘，阁有一个稳重版的老朋友，无定时会来出现，就是互在地人叫做是阿牛仔的牛公龟啊，这种鱼啊，真大尾哦，将近1公尺长，无啥会惊人，阁真厚，抢镜头。 伫海底和几大阵高壳啊包围条例，秘书室咧欢迎这个唱水迷人来临。无偌久尔，有一个大型身影出现啊！秘书室调工引起人的注意，共款无偌久，又搁伫这个唱水溪身躯边呢游来游去。这是绿岛唱水溪老朋友叫阿牛。这只牛公龟啊，真大只，将近1公尺，而且唔惊人，会伫唱水溪手边咧踅来踅去。秘书室咧讨物件食。 为绿岛海底游塘寄一张明信片，这是唱水溪热门展开的地点。阿牛最近时常伫这里出入，秘书是稳重版的彩卵和唱水溪惊喜，因为伊毋是保育类的动物，时常变成钓客目标。在地唱水迷人希望讲会使避免掠这个牛公龟啊，互因变成绿岛海底上介好的伴游，陪搁较侪唱水客伫遮受水。